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这一期咱們聊一聊地方招商引資本期節目內容全部來自於焦點訪談播出的內容和這個半月談2020年第9期內容。這個半月談5月18號刊登的這個2026年第9期內容，標題叫投資100億，投產2年就停擺，地方血拼式招商為何頻頻變招商？前面那個招商是招商引資的招商，後面那個招商是招來打擊、招來傷害、招商。短短1個月內，央視的焦點訪談就用3期節目專門盯着地方招商引資的問題。大家也知道，被焦點訪談連續點名地方招商引資這件事，顯然已經不只是某個地方個案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有一個共同的追問，就是地方政府投出去的錢、給出去的優惠、虛報的數字到底去了哪裡，以及誰又在為這些亂象買單？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到底最後誰買單呢？過去10幾年，招商引資一直是地方官員的1號工程，但在激烈的比拼中，很多地方逐漸跑偏，變成了賠本賺吆喝，招商變招商引資變成招來傷害。焦點訪談最近選的2個樣本，恰好代表2種必須立刻踩剎車的錯誤路徑，值得好好聊一聊。樣本1就是江西宜春與哪吒汽車100億爛攤子，這個咱們在節目也介紹過了。前幾年新能源汽車賽道火熱，各地政府生怕自己錯過風口，紛紛下場搶企業。江西宜春為了引進當年的造車新勢力，明星企業哪吒汽車母公司合眾新能源可以說是下了血本。根據宜春經開區管委會和合眾能源公司簽訂的合同，項目總投資50億元，大部分由宜春經開區管委會負責籌集，宜春市國資委和財政局所屬的相關平台公司投資近20億元，收購股權、土地和廠房，通過當地國企投資成立的公司來解決，僅這一項就花掉了近3億元，讓項目快速落地。當地還提供了10年的租金減免，而且每輛在宜春出售的汽車，政府還額外獎勵2萬元。這些優惠條件聽着體面，實際上很多都屬於違反或變相違反國家政策法規。2016年，國務院就發布關於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明確不得違法給予特定經營者優惠政策。但地方顯然沒有把這些規定當回事，着急招商、急着出成績的心態壓倒了合規的底線。實際上，哪吒汽車不是宜春一家的寶貝，這個公司同樣在浙江桐鄉、廣西南寧都建了生產基地。廣西南寧方面，大部分投入也是當地出的土地和廠房，由南寧出資購買建設整個項目，投入約24億元，由南寧政府下屬的國有企業承擔。其中市國資委下屬的產投集團公司投了16億元。除此之外，僅在2020年12月，南寧市就給這個項目5.5億元的補助。結果是所謂的明星企業其實是個無底洞。數據顯示，2021年到2023年，合眾新能源公司累計淨虧損高達183億元，平均每賣一輛車虧損超過8萬元。自2017年以來，哪吒汽車累計燒掉228億元的融資，截至破產重整前，公司負債已超過260億元。2025年下半年，合眾新能源被債權人申請破產重整，創始人方運舟和詹勇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整個公司只剩下一座空廠房和一堆難以變現的知識產權。僅哪吒汽車這一個項目，就至少有8個億的國資難以追回，而這只是冰山一角。有分析指出，國內新能源汽車品牌一度超過300個，這和一些地方盲目投資不無關係。你想一想恆大汽車吧，這個明白了吧？恆大汽車，有人說那恆馳5每一輛車價值1個億，那是最貴的新能源汽車。投產以後，它一共就賣了500輛嘛。恆大汽車
燒的錢可不止500億，這只是冰山一角。大家都想在風口上分一杯羹，結果是誰也沒有分到，錢倒是燒光了。地方政府的錢就這樣以股權投資、代建廠房、租金減免、購車補貼等各種形式投進了那些經不起市場檢驗的項目裡，企業破產了，錢也就蒸發了。如果說江西宜春是盲目崇拜的典型，那麼湖南株洲高新區則暴露了花錢買項目帶來的債務噩夢。過去當地招商邏輯簡單粗暴，只要能把企業請來，要啥給啥，各種低地價、稅收返還漫天飛，甚至出現一個項目10幾家園區爭搶的局面。這種內卷直接把株洲高新區所在的株洲市天元區送上了湖南省債務最高城区的尷尬位置。最嚴重的時候，平台公司負債突破600億，每天光利息就高達800萬元。每天一睜眼，官員們想的不是發展產業，而是怎麼去還債。這類案例的核心痛點在於招商變成了單純的輸血，不僅沒有造血功能，反而拖垮了地方財政，積累了巨大的系統性風險。那麼地方招商引資亂象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以及最後是誰在為這些錢買單？而招商半月談他是這麼評論的，他說大幹快上招引的重大工程項目號稱投資186億元，結果投產卻2年就停擺，為稱政績收購上市公司，接盤後卻深陷企業暴雷的泥潭。半月談記者在多地基層調研發現，一些地方急於求成、盲目決策，本應利企惠民的招商，卻淪為損失巨大的招商。有關幹部最終被查處。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規範地方政府經濟促進行為，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鼓勵和禁止事項清單，釋放從源頭糾偏、從嚴規範的鮮明導向。開工時轟轟烈烈，爛尾時一地雞毛。半月談這麼說的，他說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一些地方不顧產業基礎如財政承受能力，招商引資一味求大求快，最終不得不吞下苦果，100億級項目曇花一現，停擺收場，大門緊閉，產線停擺，占地100畝的廠區僅停放2、3輛車。半月談記者近期在南方某縣調研發現，一個號稱當地招引的首個100億級工業項目，如今已經是一片蕭條。這個搞半導體的半月談記者此前在該企業調研時了解到，這一項目宣傳其母公司是世界領先的電子信息以及半導體顯示核心材料供應商，計劃在當地布局多條全自動化生產線，目標是打造輻射珠三角如長三角的重要高端顯示基地。当地幹部介紹，為引進這家企業，地方政府多點發力，撬動市級產業基金、股權基金等金融工具，多渠道為企業融資。據了解，該項目公司注冊資本9億元，近一半的出資來自縣裡的國資公司。然而，也如企業財務造假等原因，該項目僅投產2年便難以為繼。半月談記者採訪廠區門衛和附近多位村民了解到，2025年下半年該企業就已經停產。一些網民在線上反映企業欠薪，當地人社部門回應稱，已先後2次下達執法文書，責令企業限期支付欠薪。一個投資180多億的半導體企業，原來就是個騙子，連工資都發不出來。這就是地方招商引資的，你說他騙了地方政府多少錢？而這些錢最終又是誰來買單呢？盲目收購湊指標，巨額國資打水漂。這是半月談說的，他說中部以地市為完成上級下達的企業上市倍增計劃。每個地方它有指標，也就是你這個地方必須有多少家上市公司，沒有你要培育。好，那培育最快的辦法就是收購上市公司，把这個殼買過來，我不就是上市公司了嗎？這都多簡單啊！所以說，未經深入調查、核實和充分論證評估，通過國企出資收購省外一家上市公司，並成為其控股股東，
僅用3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收购，之後將該企業由外地遷至當地。你看看，當地就多了一家上市公司 ，KPI 就完成一個。当地完成簽約後才發現，這家上市公司涉嫌嚴重財務造假問題。這可是半月談說的，不是我說的。你在湖市隨便買一家上市公司，很有可能就是財務造假。地方國資去買的，政府去買都能買到這些造假的上市公司。就這些小韭菜的，天天拿自己8小時換錢換那個窝囊費的，靠自己身體賺點錢的，你去買，你閉着眼一買都是造假的。人地方政府去買的都是造假的上市公司啊，只能說湖市裡面上市公司造假的太多啊。半月谈說，最終該公司暴雷退市，最近全力催收完損，當地仍遭受重大損失。当地一位幹部說啊，本想抱個金娃娃，沒想到掉坑裡了。更令人驚訝的是，監管部門調查發現，該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材料有20多箱，假公章數千枚，連銀行流水都是假的。半月談說到，這就是很多金融消費者心心念念的，对吧？湖市還指望着在湖市裡面博一個什麼財富自由，博一個什麼？你看看你這都是些什麼公司啊？假公章數千枚，假公章拿麻袋裝，蘿蔔章啊，造假材料20多箱。半月談說，規劃投資動輒上百億，雙向奔赴，變成資金追討。2025年12月，華東某縣經開區管委會向一家上市公司發出聽證通知，又是一家上市公司，這是另外一家了，引發社會關注。當地擬解除投資協議，追討共計1.4億元的代建費用、租金以及資金占用成本，並追究違約責任。2022年9月，當地與該企業計劃共同投資超100億元，分3期建設光伏項目。一期項目2023年7月開始投產，但到2024年10月便停產。第2、3期項目始終未能啟動。簽約時，雙方約定項目公司注冊資本為15億元，最終實繳資本僅3億元，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嗎？招商為何成為招商，對吧？招商引資變成招來傷害，基層出現招商引資亂象，表面看是企業經營不善，項目虧損爛尾，實則暴露出多重深層病灶。一是政績衝動，習慣抄近道吃快餐，地方引進重大項目是為賦能地方發展，壯大地方產業，初衷本沒有錯，但多為尊重規律，因地制宜。有的幹部急於在任上出政績，片面追求投資規模大、概念新的項目。也有部分上市公司長期財務造假，虛構經營業績，粉飾財務數據，給地方畫大餅，借機套取政策支持和資金扶持，將企業風險轉嫁給地方。也就是湖市的上市公司割韭菜，不光是割這個牛馬呀，人地方政府他也割，也這個鐮刀是六親不認，逮誰割誰。半月談記者整理發現，近年來，地方盲目收購上市公司帶來風險隱患的案例時有發生。華東某市一經開區落馬幹部在任時拍板斥資數億元收購上市公司，事發後發現該企業存在巨額潛虧，為了掩蓋失誤，該幹部不僅瞞報實情，還阻止他人向上級反映，從而造成更大的損失。一位受訪縣委書記認為，招商引資要門當戶對，看清自己的定位，契合當地產業，不能衝動瞎折騰。這裡面就要咱們聊一個案例呢，就是珠海國資委。珠海國資委應該在7、8年前吧，應該是，也就是他那個從那格力電器那兒撤出了股份，全部賣給应該高瓴資本是吧？当時賣了400億，這個交易是非常聰明的，就這個交易啊，可以說是非常不錯。從現在看是賺錢的。你看現在格力電器好像股價一直在跌啊，受房地產拖累。但是遺憾的是，珠海國資委把這400多億拿到手之後，還加了個槓桿，順手就買了10幾家公司，上市公司。現在這400億基本上沒有了。你问他加了槓桿，哪家公司一黄幾家就沒了。這個媒體有報道，大家自己可以查去。這就是地方國資委從格力電器那兒套現出來的錢，憑本事給他虧掉了。憑運氣賺的錢，憑本事
虧得一分不剩。半月談說，二是政策內卷，他说血拼搶項目，挖地變雷区。一些企業向半月談記者反映，时下仍有個別地方出台政策違背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求，代建廠房、補貼設備、人為打造成本洼地，不僅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還容易在政策內卷中踩雷。某縣一位幹部對半月談記者說，為了招引一家企業投資落戶，時任縣委書記要求大幹快上，快速崛起。當地幹部先後登門拜訪30餘次，還成立專班，圍繞企業開辦、涉企項目建設等事項，全程免費為企業幫辦代辦。然而，這家企業事後被監管部門查出，多年來收入和利潤均為虛報虛增。這個說明什麼？就說明咱們資本市場這個造假是一種普遍現象。你那個地方政府隨便找家企業合作，最後一查，最後都是假的。你说你小韭菜，你能查得明白吗？所以我每天苦口婆心的說，胡适這上市公司这是在做假賬，都是胡整。很多人不信，很多人就为他那蝇頭小利。今天我賺了點錢，一個個的以為自己是巴菲特，其實傻不傻？這是半月談報道的，這不是我在編的，對不對？你自己看看就知道。半月談一說，我操，這不是個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就招了一個騙子，那只能說明這個資本市場這些上市公司假的多嘛。半月談說，三是權錢交易，領導一落馬，企業就關停。基層有時會出現這樣弔詭的一幕，個別市縣主要領導落馬之際，也是少數民營企業關停之時，這背後往往存在少數幹部以招引重大項目之名行腐敗之實。中部地區某開發區一名落馬幹部在任時，對當地一家知名企業違法違規行為不僅視而不見，甚至為其提供廠房建設、用電等方面便利。事後有關部門查出他收受該企業數百萬元的賄賂。所以說，這個地方招商引資亂象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除了半月談說的這些政策內卷、權錢交易、政績衝動，歸根結底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考核。上級給基層下達的任務指標層層加碼，有些地方明確要求每年招商引資數據必須保持低增，即使項目沒增長，甚至負增長也要往上增。這意味着哪怕你努力了也完不成，唯一的選擇就是在數字上做文章。有基層幹部坦言，完不成任務不僅影響考核，這還關係到晉升。在這種考核壓力下，基層幹部被迫把精力從實實在在的招商引資轉移到報表競賽上，於是數據注水、虛構項目、偽造材料成了少數人應對考核的捷徑。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一個地方造假，其他地方為了不落後，也只能跟着造假。與此同時，另一種壓力來自於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為了搶到大項目、好項目，各地競相開出越來越離譜的優惠條件。有招商行業的人說，一個項目只要放出風聲，可能就有10到20個園區蜂擁而上，拿出自己所能提供的最好政策。這種花錢買項目的競賽演變成了一場誰投入更多誰就能贏得的賭博。那最終誰來買單呢？實際上這個問題是最關鍵的，因為地方政府的錢不是大風刮來的。地方政府一個重要收入來源是中央轉移支付，但在補償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想靠內卷式招商打贏這場仗，地方只能大量舉債。前面所說的江西宜春和廣西的南寧為哪吒汽車投入的巨額資金，主要是來自地方平台公司，資金來源包括資產盤活、借款和發債。這種模式意味着，即便項目失敗了，債務仍然存在。最終償還這些債務的是地方的財政，而財政的背後是每一個納稅人和地方老百姓。除了直接的財政損失，數據造假帶來的間接傷害同樣不容忽視。比如河南3地的數據造假，這個應該是央視報道過，扭曲上級的政策制定和資金分配。更糟糕的是，它讓基層幹部喪失了實事求是的作風，只學會如何應對檢查，而不是真正解決問題。以前各地為了搶企業，手段五花八門，
甚至違規。最近这個喉舌、央視、焦點訪談、半月談累篇連篇累牘是吧？這出了很多報道關於地方招商亂象。實際上這個某種程度啊，也想借此機會扭轉這種風氣，想剎車，但是能剎得住嗎？從目前央視喉舌宣傳報道來看，也就是你看央視的王牌輿論監督欄目焦點訪談，選題向來是政府重視、群眾關心普遍存在，而3期節目連發其實就是國家在給地方打預防針，核心就是3件事：一，不許再搞地方保護主義，就是所謂的建立統一的這個大市場。過去各地偷偷摸摸土政策和小算盤，看着是保護自己，其實是把全國市場搞得一團糟。二是不許靠債務堆積搞惡性競爭，很多地方為了搶企業，靠融資平台給企業發補貼搞優惠，這也是地方債高企的根本原因。那麼以後要堅決叫停這種借錢上項目的行為，地方政府要有過緊日子的意識。第3個就是不再為 GDP 數字論招商引資，破內捲。央視和焦點訪談連續點名中央叫停違規補貼，這是為了救國家的金融系統。過去幾十年，中國地方經濟是典型的諸侯經濟，地方為了政績，左手借債，右手撒錢，在招商引資層面瘋狂內捲。但今日不同往日，中國經濟進入了存量博弈階段，地方債務這顆雷已經到了不得不拆的臨界點。哪吒汽車燒掉228億，留下一地雞毛；株洲高新區巨額負債，買項目賭徒行為，不僅沒能振興地方經濟，反而把國家和地方的金融系統架在火上烤。那地方招商引資到底該怎麼辦呢？你看，咱們說過，地方不發展行不行？肯定也不行。地方還要解決就業，地方要解決民生，地方不發展，那怎麼考核？所以地方還要發展。发展那就要招商引資，你看這矛盾就來了。那地方招商引資出路在哪裡？這個是官媒喉舌他們的觀點呢，他們引導認為要苦練內功。在官媒官方宏觀敘事裡，苦練內功絕對是標準答案。這個話聽起來無比正確，但對全國80%以上的普通的3、4線城市和縣城來說這更像是一劑緩解焦慮的止痛藥，而不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藥。首先，內功不一定能擋得住真金白銀的誘惑。頂層設計初衷是美好的，但現實的市場經濟邏輯往往是骨感的，因為僧多粥少，優質企業根本不夠分。中國並不缺土地和廠房，真正稀缺的是那些有核心技術、有市場競爭力、能穩定納稅的企業。全國290多個地級市，上千個區縣，大家都在盯着那幾隻鳳凰。一線城市可以用成熟的產業鏈、充沛的人才池和海量的風投資本來吸引企業，而一個連機場都沒有、年輕人都在外流的4線小縣城，要怎麼才能吸引鳳凰呢？也就是靠你苦練內功。你一個大西北，你青海一個縣，你吸引誰去？原材料從東部港口拉到青海，垂直高度就爬了4000米，你去琢磨。有很多人没有這意識。你比如說你鎳礦從印尼運到廣西青州港，從青州港用貨車拉到青海，你橫向距離多少咱就不說了，幾千公里，你縱向距離你就爬高了4000米，感覺怎麼樣？那你成本能不高嗎？對吧？我只是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為什麼要往珠三角集中。那這樣呢，也就是說每個地方它有自己的區位優勢，同時區位優勢也就是劣勢，你相对你这不足，那不就是劣勢嗎？那大家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去招商，這顯然是不行的。所以要清晰自己的定位，也是每個地方要發展經濟，你的定位是什麼？也就是一些地方政府要認清現實，嚴禁違規補貼，叫停盲目招商，本質上是切斷那些沒有產業基礎的地方亂花錢的渠道，防止地方債務這顆雷徹底的爆掉。認清現實，一些三無城市從一開始就不該出現在牌桌上。也就是地方政府要認清現實，
要接受現實，真正的出路就是平庸。很多地方政府覺得不搞個大項目，不弄個新賽道就沒有政績，但是現實的國情是不搞大項目頂多算平庸，而盲目搞一個大項目那就是爆了一個雷。平庸对吧？不會死，你爆一個雷爆炸那是真要死人。所以說地方政府所謂的修煉內功從來都不是去外面求着大企業賞飯吃，而是老老實實把本地老企業伺候好，幫助他們解決招工難融資難的問題，保住這些企業的命，就是保住本地就業的底線，把仅有的資金，寶貴的資金用在民生上面，把鄉村道路修一修，把醫保報銷搞得順暢一點，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民生兜底上，好鋼用在刀刃上呢，讓本地老百姓日子過得舒服一點，比什麼招商引資都強。一味的撒幣最終只會招来一群只會燒錢的啄木鳥。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經過了跑馬圈地的時代，接下來就是優勝劣汰的大洗牌。聰明的地方政府不應該再追求虚無縹緲的 GDP 增速，而是捂緊錢袋子準備過冬，就跟我們小韭菜一樣，好不容易拿身体換了點窩囊費，老老實實存銀行，別老想着去拿這個錢去賺錢。政府也一樣，地方政府還認清形勢，你是珠三角，你是长三角，你就可以再拼一拼。你是西部小縣城，老老實實的把那轉移支付的錢花好，花在刀刃上。實際上我在以前節目說過了，關於地方招商引資，它從根本上錯了，是角色錯位，也就是地方政府它就不應該承擔這種招商引資。招商引資說白了就是花大頭的錢，地方政府它應該做的是保障民生，保障地方正常運轉、秩序、法治、制度、建設，就是这種是属于保障。你把这个基礎做好了，人家願意來投資就來投資，搞好地方的營商環境，搞好地方的軟件，這樣所有的民營企業願意投錢的，人家覺得你這兒有錢可賺，人家就來了。服務好，吸引你能吸引的就完了。地方政府不能，地方政府這要出錢的就是花大頭的錢，因為大頭的錢又不是他的，所以花起來他不肉疼，那浪費起來就不肉疼，所以就會產生大量的灰色交易、腐敗、浪費，這是根子的原因。總之，喉舌、焦點反彈、央視、半月談最近密集向這個地方招商引資開火，實際上說明這個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前不久網上有篇文章，自媒體的這個說追命玉號清華天才崩老頭，他那個崩老頭就是地方政府崩的恰好地方招商。你看人家為了你地方招商，人家專門為你去定制項目，這些項目它不是面向市場的，不是面向消費者，它是面向地方政府招商的。你喜歡什麼，我給你搞個什麼項目。地方政府叫一拍即合，地方政府需要項目，他需要錢，我給你講故事，我給你搞個 PPT， 你來招商，然後地方政府把錢投進來。為此他搞了200家互不之間沒有股權關係的公司，這不就是崩老頭嗎？就是套地方政府的錢嗎？這就是投其所好，你喜歡什麼，我給你講什麼故事。錢到手之後，至於後面還不還沒關係，因為他每個公司之間沒有股權關係，都已經到這個地步了。所以說我看了這個焦點反彈和這個半月談的報道，我得出個結論，也就是接下來他已經進入一個惡性循環。目前這個模式再這麼搞下去，壞賬只能越來越多，地方債要爆，那只能剎車，一剎那必然會導致政府的投資是同時在下降。這個大家就知道，咱們叫一放就亂，一管就死。那你現在開始管了，對不對？那地方招商引資它就要死，那這種投資就少，投資一少，咱們社零數據是吧？只有0.2%的增長，也社零基本上已經熄火了，還要拖後腿，那投資也要拖後腿。現在正在集中火力在收拾投資這一塊，地方政府盲目招商，這個不能再繼續下去，後面買單就要更多啊，所以導致什麼？你看看3駕馬車，這2駕已經熄火了，不僅是熄火，到時候它會起副作用。現在僅剩下一個外貿，外貿現在是一馬當先，外貿還能動，所以大家自己就心裡清楚啊，現在是什麼個形勢，對吧？我們最近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是吧？這個經濟到底是處在什麼一個狀態？早做準備，早做心理準備，再做這個計劃，怎麼樣度過接下來
這個寒冬或者艱難困苦的岁月，哎，这個岁月只会是越来越冷，没有最冷，只有更冷。要记住，现在还不是问什麼時候變好的時候，還沒有到回答這個問題。現在是說這個寒冷是不是已經開始了？我們前面那冷算什麼？前面的叫遇冷，前面的叫先讓你適應一下，真正的寒冷恐怕已經開始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